好来，乡亲啊，6月21夏至迄天的日全食的奇景，也就是天狗食日。若是看袂到，还阁等200年哦。即届这个天狗食日，将会伫全台湾10个县市来现身。其中，红讲是太阳之都的嘉义，是最佳的观赏的城市。嘉义市的天文协会嘛咧公布着在地人才知影的上赞的4大观测点。另外，嘛有摄影专家甲大家分享看这个日全食的撇步。即摆无看到，还阁等200年。这是捌出现的日全食，全台湾10个县市拢看会到。中央气象局嘛提醒几个注意的事项，亲像看到这个天文奇景上好的时间点，各地民众即马拢做期待，但是要安怎看有撇步。首先，绝对袂当直接用咱的目睭看，就算是1-2秒尔，嘛袂使哩哦。挂乌人目镜无够，要透过太阳观测片才会使。在市面上都在卖那个太阳观测的滤片，或者是滤镜，看太阳、看日全食会比较安全。如果是用单眼相机来翕，爱换减光镜；若是用手机来翕相，就要伫镜头顶悬打观察离镜。这2种方式都是为着保护目睭。对着太阳拍啊，如果没有加一些特殊的东西，那直接这样子拍，相机会烧掉。而嘉义嘛是推荐这4个上好的观测点，其实太阳离镜准备好，啊，阁有选视野嘛较好的所在，撇开大楼含树丛，抬头看日头落山的方向，就会当看到这个天文奇景。